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你上你爸书房，你干嘛呀？我，整理整理，整理整理啊，怎么鬼鬼祟祟的呢？妈，你怎么这么看我啊？就好像我做贼似的。有点像。妈，你没吃东西，要不然我给你煮点挂面吧。不用了。老大，啊，你过来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儿，啊，我问你话呢，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？不是我，他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我放在这儿那个大肚弥勒佛，你动了没有？我动它干嘛呀？沙老大啊，你今天从你爸爸的屋里鬼鬼祟祟的出去，肯定没干好事儿。你说吧，你送给谁了？我没拿，没拿啊？你敢说没拿？那他能长腿走了？你啰嗦什么呀？把他们几个都给我叫过来。不用叫，就是傻老大干的。我让你叫你就叫。老二，春眠不觉晓，宿处也得到。听你爸爸问话。谁拿我的弥勒佛了？啊，说！你别把孩子吓着。哎，他们也不用问了，就是傻老大干的这事儿。我没拿。你没拿，你再说一遍。你以为我冤枉你啊？这些年你背着妈给后院那刘姥姥送了多少钱啊？我让你买20斤面，你买18斤；我让你拿5毛钱肉，拿了4毛钱；1毛钱的菜，你敢买8分钱？那剩了钱哪儿去了？我再问问你，咱们家那废铜烂铁的都哪儿去了？都卖了吧？现在没得卖了。哦，你胆子太大了，你敢卖你爸爸的这个宝贝？哎呦，你是不是拿了？我没拿。春节前我去商店买本儿，我就看见刘姥姥花了11块钱给自己买了身新衣服。哎呦，他爸爸，你听听，你听听，一个自己家吃饭都困难的老太太，能买新衣服吗？啊，不是傻老大给她天天送钱是谁呀？那是。你跪下！说，卖给谁了？你说！我告诉你，这次啊，我先饶过你，你把东西给我找回来没事儿。你要是拿不回来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哎呦，快谢谢你爸啊，把东西找回来啊！咱爸肯定是听到什么风声了，所以啊，在收拾那些破玩意儿的时候，发现那佛没了。你要是不把它卖了，那爸也得把它扔了，要不哪担得起责任呢？可是两半截会遭殃的。哎呀，见怪不怪了。哎，那咱妈不每天都拿着那鸡毛掸子比划2下？你看她怕吗？她根本就不在乎。你以为你卖的那个佛就是天大的事儿了？那你知道傻春卖了多少吗？要不他能给刘姥姥那么多钱啊？不过你也够绝的，妈说的那些就够让爸吃惊的了，你还在火上浇了一把油。你赶紧给我过来！去，把爸的东西给我找回来去。现在晚了，找不回来了。你要是害怕，你就把我出卖就行。哎，都给我回来！哎，你说大姐是那种人吗？哦，就是出多大的事儿，大姐也不会出卖你呀。可我总觉得
那是咱爸喜欢的东西，万一爸知道没了，那得多伤心啊！给你说实话吧，啊，问过二姐了，二姐说那东西是死旧，完完全全、彻彻底底的资产阶级封建的东西，怕就是放在家里也保不住了，怕自己还没反应过劲儿来呢。哎呀，真的，二姐说那东西没了，其实在救爸呢。真的？哎，行不行？四舅。小菊，你爸要发昏了，赶紧告诉沙老大别回家了啊！快去！我才不去呢！你要急死妈呀！快去！啊，沙老大啊，你赶紧逃，赶紧逃出去！我别回来，逃什么逃啊？你爸疯了，你爸疯你让了！他进来，谁也不许拦着。你看着，赶紧走！上。我再问你一遍，那个弥勒佛哪儿去了？沙老大，你就说出来就过去了啊！你要是知道了谁拿了，你告诉我也行。我问你话呢，我找不回来了！你再说一遍。什么？你跪下！跪就跪！我告诉你，老大，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弥勒佛哪儿去了？沙老大，你就说呗！我找不回来了！你还咋了？你还顶嘴？爸，你怎么打？你给我出去！你别打了！出去！沙老大，你这你就说出来就完了。老二啊！哎呀，要出人命了！你爸把你大娘往死了打呀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快劝劝我！你还想干什么？你还想干什么？爸，你别打我，爸！二姐，你可想想办法！我有什么办法呀？这有什么事儿啊？就说清楚了，我就。哎呀，往死了打！怎么回事？哎，赵大叔，哪有这么打孩子？哎呦，他刘姥姥啊，你快救救傻春吧！他爸把他往死了打呀！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快跟我说说！就是因为他爸那破佛爷，哎呀，就别提了。给我滚出去！爸，你别打了！滚！你还不走你？今天你要不把这个事情说清楚，我就打死你！你说！赵玉初，你这不是在打我吗？您说什么呀，姥姥？我这管孩子呢，我。你不问青红皂白就这么打孩子？难道我儿子死了，剩一个孤老太太，全院的人就这么一个傻闺女孝着我，你还对她这样啊？你不知道这怎么回事啊，姥姥？你的那个什么佛，还有什么宝贝，都是傻春卖了，孝敬我了。我是在说，我是不是该死了？傻春孝顺我一下，你就对他这样啊？可惜了啊！你还是一个大厂长，还是个知书达理的人，你怎么能对孩子能这么下狠手啊？难道你那些破东西比你闺女的命还重要啊？姥姥，您别生气啊！我呀不是冲您啊，我真的不是冲您，我是指这个事儿。你怎么这么狠呢？这孩子他没跟我说清楚啊，他。姥姥，我错了，行吧？啊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要不您打我几下，行吧？你打我几下，好吧？那您要不打，我自己打我自己，好不好？我打。你替姥姥打爸爸。爸，你打我！你打我啊！妈，不是你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你别打你自己，我求
怕你们学坏呀，妈。是啊，咱们家没有人犯过错。妈，你傻的小春啊！傻春。说说你呀，打2下就得了呗，那怎么还往死了打呢？你又不是不知道傻老大的拧脾气，他要是不想说的，你打死他，他也不说。唉，我知道你心里憋得很，心情不好，可是这也不是个办法呀。你忍1、2年不就过去了吗？说的轻巧，没那么简单。这场运动啊，说是要深入持久的开展下去。现在人家工宣队已经开始整我的黑材料了，说我解放前不清不白、不清不楚，你肯定会受到牵连。得，我就知道我这大官儿